你过这些，俺那当地说了，他的往中国的这样的过来这多，所以咱知道什么土大习俗的钱流啊。那他们的操作朋友钱给这种啊，那俺那生产是干嘛？那今天开始那操作可能100多钱了吧？当然呢，那个就到说明洗澡去了，人家这个就为这个的操作一点什么这，或者过了是给没人给，可能是给多大家就用了吧。你的钱可能是给多大是不是？我的对，我是大是都用嘛。那也来了，那俺自己不学着，那也等到操作不就行还是多？这搞的是呢，基本上这边看的嘛，说呢，这原都让开了，这要嘛，搞的是呢，咱们这把人来着，咱们各个着这下回呢。俺那才想呢，俺那来个不就钱为那了，就是来俺那邻居钱就了，邻居头不来那个俺那摩托来了，说我这俺那个这土不就了，土不定常常被生病起了吧？俺那木头的吧，木头那个头不来那个其实蛮那不了，但俺那说那个可以的，但钱也他妈钱的，钱的这个要的了，去国没行是吧？就人家人就他得了是吧？这个样不明的我操作着，明要为那个对这样就是学个着钱。俺到处都有。那么你这是我是上到了生产线，现在是俺那团队的，连他就去俺没有去。我这连那个生产线。那我呢，那我就开始了，对吧？操作控制器就搞了，我到我中期那个松期那里，要么第7去了，我搞了就不要去。俺那开始你给啊，那个企业都是跑出，咱没怎么还弄这些路了，是吧？